自信是咧讲在世，即句话是咧讲在世，无为来讲叫无为师，法就是咧讲法师。即若要来讲起来，即有在世，哦，即个无为师，自信来讲在世，无为师啊法师，哦，这叫做三师。单字，即个单字是印度的民族，但翻来咱中国就是布施。啊，布施的内底当中有六道，第一道布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智慧，这叫六道。啊，六道即底来，因为自心无为法，自心就是讲叫做在师、无为师啊法师。哦，啊，这离这三种法天而非然，单字就是讲叫做布施的种义，六有六，出名即两三。单字布施，哦，单字就是布施，布施有六道，会叫布施，会叫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啊，叫六道。啊，六道布施道，而且咱互咱看者吼，这你爱知影。布施伊有六一道，叫做在施，要在施道。无为有六两道，叫做持戒甲忍辱。因为你今日布施财本，就是咱摕钱出来，摕物件出来，这叫布施。但是你无钱，你无物件，你有一个无为是有了两道，一道叫持戒，一道叫忍辱。是安怎讲？是安尼，这个无为是叫做持戒。迄个持戒，因为对众生，你若何种，你若无戒律，你若要守戒律，众生看到你会可怕，啊，众生嘛无甲你说伙，一只牛、一只猪、一只羊，啊，一只狗，一个动物来去害落去。持戒就是叫做守戒，持，或者叫做守，哦，持戒。因你无为的奉献，你爱有持戒甲忍辱，你甲众生，你袂使爱发脾气。你袂使甲伊一句来一句去，你袂使甲伊我相争，咱无通发到道歉。我若咧甲伊讲道理的时阵，伊若一句来一句去，一句来一句去，我就袂甲伊讲。啥我袂甲伊讲？因为迄语袂合，你愈甲伊讲，愈讲阿妈可能愈大条，伊都唔通往处理，伊都毋对，伊嘛无承认唔对。咱讲起来，伊嘛已经做甲安稳长落了。啊，你若无忍辱，吼，无为，你若无忍辱，迄个伤心嘛得好。嘛以后你行有足尴尬的时候。所以讲，对你来讲啊，因为你爱有持戒甲忍辱，这个是无为。虽然我持戒甲忍辱，嘛是属无为的奉献。法师有这个法，感觉讲在师有，甲法师有，这个法师。啊，这个法师有了三道：精进、禅定甲智慧。好，你今仔日要讲道理，你若无精进，我成日伫咧强调讲，太得真聪明害。我平常来看你讲道理。那迄一个长大了，伊同我讲，毋好伊讲我听唔懂，毋若讲一句句我毋知影，啊到底程度我嘛毋知影，吼，因为太听唔嘛吼，啊但是因为伊安怎转，我讲咱若要讲一个道理吼，咱逐个要做个心，啊嘛心忙心强，啊嘛一本册，经过一本册，吼，迄了个手艺买到尾换，买道理嘛，毋好伊足简单。因平常要咧讲道理，因当要咧看册，你叫伊去讲，伊甲抄去讲来念念。所以伊精进重要无？精进来讲，不管是你对经典去想着，啊无你若拄着人甲你讲一句话，你敢有法度？真正咧，若讲世间啊吼，有两种袂袂惨啦，吼，第一叫做无力袂袂惨。第二，叫做无钱袂袂惨，
啊，再加一讲，啊，人买伊嘛袂使啦。啊，买伊，我听阿姊讲伊要6000，啊，无你叫阿姊咧讲这个，我听我伊讲袂出来面。毋过伊买伊代表有无代表有无地位哦。这个观念咱是啥？咱做威廉，伊有读册无？咱做威廉，伊当时我是讲，伊这不识，伊这请，你若要问我的文字我毋捌，但是你若要问我的意义这请，毋知的时阵啊，迄个有真像哦，大家讲，义上不识电子会议，你着义着毋捌啦，你才敢去会迄个意义的义。大师来讲，诸佛妙理，为愿文义，感谢咧。所以无读册，无代表伊无地位，但是伊是咱读册读愈悬，向咱来学习，甲咱接触，因为咱地位袂高。我想咧讲一个比喻啊，偶然伊目睭无看，伊目睭是肉眼无看，伊无代表伊天眼无开哦。这个观念咱会使，无恁两个目睭压行，偶然共我恁压行无。你真已经向外口目睭，无证明你目睭咧带你的行，对不对？毋过人无缘，人伊用地位咧带你的行。咱讲青梅酒的高粱，我安尼讲无，但恁的酒味，因为咱拢叫外向来塑造了，咱已经失去了迄个光明起来。所以真正上帝，因为你要学工书，你人欲上清净。啊，天地是个地位，你要做法师的人，你无精进，上帝甲地位，你无能做法师，你无能做一个法师。但是有一些是保持家甲忍辱，布施是业来布施，按这先做到六道。所以当时咱弥祖师大讲，伊讲伊讲自心。义就是讲，伊说是大圣义，自性就是布施，无为法，无为施，法就法施。当伊了有了，当伊就是讲布施，但是伊布施有了六道，出名这两三，一了一自性，这个自性业在施，二了二，无为施了两道，无为施了两道，无为施。无为施，无为施就是咱拄则讲的乞丐，就乞丐甲忍辱了唔同。但是到法师来呢，伊就了三方，就是精神、上帝甲地位。所以呢，因为即句话就是安尼解释啦。因为今天你爱怎讲？应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神即是。而且人中啊，咱台湾人大家跳舞这边这是因为是安尼解释的，你若听你的布施会当接受的，当然你的布施会当接受。安尼啦拢是本文啦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常，又说一切众即为众生啦为什么？咱今日要利一些众生，咱要利一切众生，袂使接受。毋过众生无相，又搁袂接受。伫经方因分别来看，因为讲你有手，就是你的地位去压掉。我说出简单比喻，这是比喻啦咱行入要到圣天堂，是不是？天堂，咱而且常无腐败，但是今个人这个事情像机器般来布施来，来管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的表面，讲偌些人一定写名啊，但一直咧你情况变不过班呢，找下一个。若要写着，可能这个主书会把其看你爱做注意呢，甚至你的牌，迄个较大条的牌头前呢，较细条的牌后壁呢，迄有一个触点呢，你若无
报喜才来，而且想呢，自由看对不对？本来就是安尼，是安那，因为众生现是希望叫做吉祥的报喜，伊毋是叫做理想的报喜，伊毋是叫做这样。毋过你要修大乘法，你要修大乘，你若无理想，你若吉祥，你的花就袂花，你的生命就袂花，是安尼生命袂花，你就分别心，分别心，这较有钱，我会对较好，这较无钱，我就清清菜菜对，敢是我就对较有钱，较有地位，我就对较有礼貌。啊是较无钱，较无地位，我就徛伫边啊。咁而咧，菩萨无这个心境，我即摆伫印度，伫迄遮有好大，毋只有好大，搬遮好，咱租一间厝，我伫迄个3人，但是下底迄大人，下底有即个印度的一个家庭，印度有分做迄个奴隶主。有分做素人工商主，有分做迄个叫做迄个皇帝主、婆罗门主，伊有分做5族的6族。其实到奴隶主，奴隶啦奴隶主就是族家产。但是奴隶主你袂使含迄个，袂使含个素人工商主，还是讲婆罗门主，你袂使个做伙去。因为印度的这个城市足严格哦。我讲一个爱情，和你笑，像咱下底离地啊色，迄两某囝仔拢来学龄大楼，可能学龄大楼请，啊伊印度了请都有人食无好啊，啊恁看伊食足可怜，咱地亲啊，欠两了回食，啊人高贵，叫来就放来请欢喜啊，但是啊有一日当中啊。我从抓起来，他们原来会，忽然间呢，因为印度一个书，迄本来咧就是迄些大律师哦，入来了后，我是也无注意啦，但是迄个奴隶主怎走去屋里的壁下面啊，合意啊，就那些哦，怎屋里的壁下哦，我无注意，无注意到，现在来讲。印度的迄个阶层是差足多，伊一族一族，伊一族一族，迄拢无甲足清楚。你上婆罗门族，你属于迄个当时，当时迄个本身迄个新罗马民族，所以人们是一个真优秀的迄个族群啦，迄什么族什么族。我来讲讲，伊咧你修菩萨道，咱会使当你分6族6族，你世间法咧分6族，敢是安尼？你出世间法会当分6族无？咱含迄个大律师，甲含迄个奴隶主，离咱的世界很毋分咧，因为伊看到了一个照片，迄毋是咧甲伊去找，你好，毋是哦。因为来辅助，但我想讲，今日咱修菩萨道，如果老师有分辨哦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其实咱要修平等性理，但有可能你修平性，无可能你修平性理，所以有说一切众生即为众生，因为咱今日爱了解，伊咧修即个平等心嘛吼。修平等心，毋知讲平等性自心无？咱修平等心来去利益众生。你若因为要利益众生，你就会使分别，叫做一体同观。所以说来说，主上即是微笑。当然，因咱来知影当中，这个主上是一个幻化，演起的幻化。我就去跟人讲。咱当时，咱我人领了，而且要40年前离婚唱，迄阵都有做一个呢，做一个迄个庆生会，迄阵中人也硬，迄头无10外钟，200几个，全徛伫遐，伊翕相，
200几个，但是经过到真正才40个，我甲看伊拼的，真上暗咧拼上暗咧，我甲对过，免200几个要留存20个，真少。互你留落来，我剩20个哦。啊，这叫做思想变化。但是伫思想变化内底，咱人心脑的思想变化，心自意变做变化，情自开放才叫变化。毋过咧，今仔日咱知影是一个俗，咱逐个做伙这是一个俗，今日咱同做些是一个俗的变起。有一日，咱逐个会各种各位变。咱有一日，咱是各种各位哦，你问我英文而且哦，若无个若无要各种各位咱倒你会真好吼，来倒来咱老祖师遐吼来见面，你有哪来你也来安尼。伫这世间内底当中，拢是一个演习演变，叫做因缘和合。毋咱来讲，一切诸相，你会听好，万法、诸法、诸相，拢共一个物件啦吼。你若看到经典讲万法、诸相，还是一切相，迄拢共一个物件，迄拢讲一个物件啦吼。即是非相，那个缘起的变化。缘起的其存在变化，迄个实体物件。我拄则看，咱这个马桶，我过去20几个、30几岁少年家，我看到我的相片，我缘头的对不对吼？变做3个相片，我讲，不是，这是你40年前的相片，看一个当迄张甲迄张甲这张甲照照的吼，咱这样差些。咱受到岁月的变化，咱毋知咱的变。咱离岁月的催人落，咱毋知影咱叫岁月甲催人落去，你家己毋知影。下面20年朋友要做伙，共你来做伙时阵某位人，你留我招咧你留我招咧，你通过去，那上无啥相差。过去少年家，你老人讲哪有相差？俗、诸俗一直变。变到尾来规条，这是实。又说一切众生就是众生，这是众生。众生是因为结合的组成，假合之处叫做众生。众生两句话叫做众念众生，安听无？上是啦，上是叫做众生。其实这位众生，这位缘起的众生。你毋是一般顶的众生，众生是未来佛的。佛是感悟众生的。我讲一句你敢听？佛佛是感悟众生。咱是众生，你有感悟，嘛跟你做伙来。只是你是佛，你未来，你就走到做众生。众生甲佛是同一体的物件，迄是民俗无相相尔。你会认为，咱圣经内讲啥？不争、不暴，不争、不结、不信。毋知哪所来讲？何其诸生本自清净，何其诸生本自富足，何其诸生本性别，何其诸生本不动摇，何其诸生灵性万法。头前叫四分，伊本来清净嘛，伊本来富足嘛，伊本不动摇嘛，伊本来是不生变嘛。但是伊会当显化万象，就是灵性万法。这万象是由着了四分而衍生出来万象嘛。哪能众生，拢是一个结合的众生，你本来就是分，你知无？毋是你是众生呢，你是分的。若安尼这句，咱即个拢认为咱是众生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是未来分，安尼听无？咱本来就是分啊！你毋是分，你要哪是分？你的自性无歹呢，你的慧性无歹呢，你是要探调尔，你是叫未来尔，毋是你的慧性有。我常讲，日头甲日头分，伊本是负足的物件呢，你的自性
你的自信，咱你的地位的产生里头小相少歹。毋过再上一下，因中间个乌给你杀掉咧，乌文的问题，乌文含住，乌文含面头发甲放关了无？无啦，你的地位甲你的自信，互咱来压掉的，互亲情用约，用喜怒哀乐爱乐用，这个你压掉的，互咱的清楚、断处、作业，甲你压掉的，但你的自信无歹呢，你的自信无歹。无歹，因为作不得已，你家己做业做对，所以你家己有一个光明的本性，你有一个不增不减不息的自信了后，向迄脱离了轮回。其实过去上述就是安尼讲，迄些狗也会成无，迄些猪也会成无，迄些鸡也会成无，迄些牛会成无无？有啊，有喜怒哀乐啊，敢是牛会好个？如果个底下好，叫，迄底下会撞个，才死无，滴叫咧。底下你去个底下抬，伊那变来要飞咧。迄是不幸叫你了，就安尼，伊迄年纪就死亡。无伊嘛是不走，伊嘛是这个不行。是准是做鸡，准是做猪，伊这嘛是拢即非众生咧，毋是即非鸡咧，是即非牛呢？为即位狗呢，为即位猪呢，毋是呢，因为伊不行，伊作业做在轮回去。但是后期你若好感好着，伊会当做转来袂，当才是会当会当相残啦即位众生啦所以呢，因为咱伫这当中这段话啦咱继续来读一遍。师菩提。诸菩提，如来是真义者，如来是真义者，是义者，如义者，不公义者，不公义者，师菩提，不义者，如来所得法，如来所得法，诸法无实无虚，诸法无实无虚。而且伊对点把你讲。伊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；一切众生，即为众生。因为人有智慧的人，伊会产生疑问。就明明个众生，你讲毋是众生，明明迄个人尔，明明迄个魔鬼，你讲伊是佛，咱就是为了讲烦恼出菩提，敢是？烦恼出菩提是为什么解释你了？迄个烦恼对菩提自性造出来，叫看着对个。若无你菩提自性会烦恼个，无你自性菩提是袂烦恼个。所以这自性菩提，因为迄个会烦恼，喜怒哀乐对自性菩提造出来物件。谁来烦恼？就是你看不了那烦恼，你不看不了那烦恼。所以后来七种佛的师菩提讲。因为我咧讲的道理，绝对袂能骗，因为你毋通无相信我讲的物件，所以伊头一来讲，如来是真武者，如来是义者、如义者、不空义者，用无大殊胜的语言，有大殊胜的语言，有无大清净的语言，迄段话我即摆通分做5点，通讲1点7分。师菩提，如来是真武者，不得向师菩提说，如来所说的是言故真实。我不打扰。一个圣人，一个菩萨，一个佛，安尼讲会敢会讲妄言，敢会讲义语，敢会讲恶口，敢会讲两舌，因拢会讲这个。因为有这个，你个好。咱当前老前年好，咱过去咱前年也好，甚至咱前辈也好，伊咧甲你讲话就对我来讲死。屁言你听无？讲连客仔话啦，讲奇异的话啦，讲妄言的，绝对有听。因为讲迄话是代表一个人假甲你听。人讲一句讲，你的心内存好无人知。
讲心歹无人知啦，讲啊嘴歹真厉害哦。当时事实有讨论啊，你无讲人就讲你会教的。但是你今日你控制你家己无讲，毋是遐简单。咱想讲学3年讲袂哦，学3年讲袂，学一世人的闭嘴咧无哦。伊个闭嘴就是甲你讲，伊个闭嘴就是甲你讲出来叫做清清理哦，毋是讲叫你乱讲，毋是这个意思。佢讲出来就安那，头前3年叫做先是3年，啊嘛讲出后底个无言无语，哦安尼变，啊其实形成这么习惯，啊这个习惯落到底，伊毋通讲伊这个习惯落到底，伊个人格一定会变。啊，你虽然话未听是，迄个话难听是谈到袂写是，迄句话我讲啦吼，就人安尼讲，人安尼讲，所以一个人形成安尼哦，迄个人会形成。我过去咱讲一个故事啦，啊，这故事我哪想就讲的无讲，应该我是讲。阮下后者叫做白茶安那，你听白茶安那，咱若白茶安那，就是代表讲拢白茶。做简单道理嘛，即世人讲白茶安那啦吼，这是洗不掉的，洗不掉。我这边电话起啊平啊，哇，这起啊平，我电话平啊，小一个桥墩啊，我讲一个出名，啊，因隔壁伊一个3块白茶，安尼啊，啊，伊过去我卖茶，伊拢来咧搞卖茶。安尼啊，我知伊当然叫啥，叫安那头前个家己白菜叫，啊伊嘛习惯，伊嘛习惯咯，伊较习惯咯，伊嘛袂讲安怎，啊迄个多来，我坐起来，我安叫安个个，小弟啊，创啊，我回来创我个信啊，我这个在一寡迄个黄果山啊，我啊你在个这我的，啊这款种我的叫。我安个，我安尼车，我车拢叫别人咧做，因为我无做，我因为家己咧做包包做无哩，我叫细汉我毋知影，我发觉做是真诶，我袂记伊咧讲白贼诶，我咧生活好咧，即摆建议我咧听，我安那伊听好啦，伊听好啦，啊听好有咧带伊太太啊，较带外劳啊，来证明归伊一个所在吼。那时候迄人无种金龟啦，要变金，迄个土木变变来变金，伊空底袂使变金，所以伊知是我迄金龟啦。啊，我含我咧金头来切啦，我检查，啊，你个创我在咧巡查，啊，来看我查，安尼，我讲你安怎查咧讲个时阵，谁拢伊啊，这种伊个安尼。伊听佫叫一句啦，迄叫我嘛叫我讲，较白菜佬啊，即句就我的，心拢伊的，安尼啦。啊，我就互你中的啥物人咧做安尼，这是种反对，这习惯你听有，啊习惯了后，伊以后含咱做伙，含人咧讲话，咱会相一遍。所以一个人已经入票哦，所以佛陀伊绝对伊无。伊伫金刚经内底、法华经内底、灭分经内底所讲的经典，伊绝对袂讲白差。所以如来是使者，如来言语实惠不虚，如来所说的话，拢总是真正义的。一个人语言人同样，人讲君子一言，但那叫人多，啊小人呢，千言都不用。小朋友有车，我拢要相信。那有做人一言为哪？一定一言为定，一言了，一句就定落来哦。你讲有力量。虽然圣人咧讲的话，一言就为定啊，无合你讲说绝对的物件。这嘛叫做学简单。啊，因为你拄着经的内底，咱因为学修嘛。但是因为相信咱离这个世界，离这个环境。而这个道场，咱会拄着足侪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心理、不同的思维，甲不同的赞助。我毋过咱来秉承家己一笔出，
有影哦，伊要安怎甲你讲，咱你唔知哦。但是有一点咱无小心，一句话有法就说出来了。所以我想讲这，我去到伊个后面，伊伫咧咧聊一寡笑话，我咧笑话啦，爱听哦，讲一寡语言嘛吼，较好听。我绝对袂爱讲话，无，因为我讲袂出来，毕竟无谈甲因投机迄话啊，就感觉讲，你是个负责人嘛，怎么拢我，你拢甲介绍我负责人啊？啊，一个负责人讲这个话，我会理解从袂去听话。但是我比较听我笑的情况嘛，我才应该话。但是有需要我讲就你的时阵，应该回归怎么讲？因为说他吵我，我科上我讲，我负责人你的讲话，我绝对会来吵的。啊，我定定要来听，爱嘛袂拖甲连笑话。我嘛，因为咱今日讲亲情的道理，讲中国叫的道理，讲老祖宗叫的道理，讲圣经的道理有人听，你个连这笑话连讲意思，咱怎讲无人听？所以咧，叫你怎样做？尤其咧是大天宣化，天天一句话就袂使唔对，一点碎就四家变个袂做出来。所以如来是如意者，如所证说，如来是一位大彻大悟的觉者，一切法拢是对伊亲自对来答讲出来，伊是一个所成所悟答讲。然后这个字足重要，这个字就是对伊心性所证悟出来的物件，我用证着实相法则较关键较深。我用着实相法则，用着我大彻大悟的道理来讲互你听。一句语言都拢无，所以呢，第四句话讲不共依者，如来把天显异显观法大相，方便实施，最后为容易发展大相的究竟法，拢是真实，绝对无有欺骗造成。如来说经讲经是完全正义者、实义者、如意者说，绝不会公平众生。如来永远不会从经口讲出这句公欺骗众生的话，伊是不换的讲，因为对宽教、对小乘、啊对大乘，因头因得到最上心啦。伊敢袂使后面讲，小乘有小乘的赞成，二乘有二乘的赞成，大乘有大乘的赞成。所以，因为伊对小乘天然性、天然性的实现法嘛，实现法嘛，这个是天然性嘛。什么叫实现法？心有三宝嘛，十德言嘛；心有三斗嘛，贪嗔痴嘛；嘴有四宝嘛，口靠人生风雨，伊这个实现了。贪嗔，这叫做天然性。小乘阿罗汉，靠心的这个实现中心。去智慧，讲12因缘法，大乘对菩萨有多万因法，这个的处境，不得用着医生讲出来、一证出来物件，实实在在来讲给你听。无你家己，无家己咧讲迄个谎言啦，这个方语就是讲我不得绝对袂去骗你的意思，因为这我行过，因为。是安怎咱讲的？咱佛道咧讲了内容，就唔会听。你知道佛道有一个名词叫狮子王，狮子王在讲，就参像只狮啊，伫迄个山顶咧当中，哦，迄个狮子王了后，必修改变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佛道所讲的道理，众生该真惊。蛮感动，伊的内容就较大，所以因里面厝内底当中人称赞佛道，伊讲的话叫做狮子王，伊道理讲出来了，会当真压上台，所以是真不简单的物件。所以最后一句话讲不离者，伊进来讲安怎怎来讲，啊进来讲安怎怎讲，实实在在来讲袂出，尤其咧想到。你敢答应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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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若唔答应，
一年，那迄个无开，等几日去走入面咧，做袂开。所以我嘛才是讲啊，我3点，很抱歉，你把道歉讲者，啊，讲我囡仔较实无懂啊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咱若从心放来讲，亲像讲后壁啦，咱若出话咧讲，咱可以把你量身定做。你讲的白白吼，你的做白白吼，所以相对诚信重要。所以你先想为诚信。虽然讲，毋是咱小小咱讲，嘛是重要，但是你道中重要。哦，迄个诚信到哪个？迄个诚信到地位，所以咱要了解。伊就是差别，前后变通，如按照这个真实的道理来讲，如来虽然一时讲有，一时讲空，这是如来大智慧，一时说出来的凡卡方便，唯独不同因地的创新。但是绝对不会自相矛盾。你爱相信如来某种清净殊胜的语言、殊胜的口诀、殊胜，因为伊绝对用清净语言引导咱大家，所以有够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哦，所以咱叫做不以理讲，绝对无变变啦吼。这5种呢，伫咱经国篇的第11分，有一个叫做无为无性。第11分一句话讲：我今世人告诉你，就是如来讲了一句话，恐惊恐怕如来，恐怕对如来赞叹的攻击。有用有变的目标，但无你相信，自发的在心，所以爱甲恁讲，如来所说的是真实的迄个实验，内底都分做5种，这5种的意都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无有要千改不出，咱无急，所以咱无同开幕这个阶段，就爱。如前文分论所讲的，但应图所告诉，以如来的言教来安住着你的真心。经文所说，经文如经文所说，要修成佛果，必须发大菩提心，行护提道，庄严因地，就是安尼落去。化有情众生，灵魂落去，因缘成性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讲个文化，后壁句话就是讲什么物件？说话咧，如来所说法，处法无实无虚，这2句话做对。如来咧讲做佛法，如来所说，如来咧讲的道理，处法咯，无一个实，无一个虚，无一个有，无一个空，这2句话是安尼解释。无一个实就是讲，没有一个有的实。没有一个虚的空，就是咱金刚经内跟心经内底大想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是空，空是色。伊袂使讲离语言对语言内底当中，所以叫做无实无虚，无一个有，无一个空，这叫做法的定义。毋通我一句讲法不定法，如法无定法，你安尼讲安尼啦吼。真正有定法，所以呢，无实无虚，不叫成如来所得法怎样？有时阵也讲有时阵就讲空的，因为如来所说的这个法，既然无实也无虚，无实所以爱管理一切诸相，无所执着，因为凡所有相乃是虚妄，也无虚，因为一切拢是因缘。因缘各本，因此你还得发心利用得然后，还得去度化有情众生，庄严这个菩萨道的因地。那安尼咱会当成就果。如来所说法就是这样说，德，伊内底有所证德，迄个德叫做所证分。这个所证德，如来所证的，是说无实。无实
实就是讲无主一个有，无虚就是讲无主一个空。这点很重要。无实无虚，就讲伊有一个绝对的实，啊无一个绝对的虚。伊是绝对的实，你个即是实；绝对的虚，你个即是空。伊袂使讲这物件，所以叫做法不定法。毋知呢？分得大，讲一句讲，法本本无法，无法法无法，根无法是，法无是法。二分得内底当中讲，法本无法，这个法本无法，因是因方便大经，咱是强调一个法，无法。无法，无一个法，无一个法，无一个实法，甲无一个空法。叫无法是，我今日咧讲的是一个方便的演说。啊，哪安怎法法有正法？这句话就是已经讲到实相，讲到你袂使chấp有，袂使chấp离空，所以自处当中咧，肯定，咱是讲如来这个如来。所得这个是真空含妙有，妙有含真空，妙有就是讲有，含真空。这个规划内底当中，这内底空对不对？内底是空真空，妙有会当得地，会当得烧，会当得饮，会当得炒。会当得刀，会当得宝，妙有。伊咧个得什么拢袂使，妙有。无一定爱得地，敢是安尼？毋过你有一个真空心内底，但是妙有叫做变化，叫做变化。什么叫做变化？你自信中，你这个自信中，你甲下脑变所产生这个规啊，你有一个自信中的空间，你要甲下地会使，要甲伊补，迄个补汤也会使，要互补毒水嘛会使，所有哪有臭水、毒水、什么水拢袂使，因为这个空拢会当有迄个，敢是迄叫做变化，但是伊真空的内底哦，无这个真空的妙有生出来，拢嘛确定的。拢甲较袂，就反正拢甲用我一个避规啊，拢无空，较袂当得物件，迄个是手机。拢无这个外口，变成大空，较袂当得物件，所以迄拢袂当得物件。所以空有，空就是空有是物件，空有不二，咱这个规个大个生有些物件，叫做妙有。非常好的妙用所以咱妙有即真空，真空即理，真空的内底当中爱理想，叫做无主。妙有即公修显法，这叫做辐射法，无所障碍，用发这无主的妙用，无主可显象无疑。因为咱两下这个所在。我想，比如讲，咱的菩萨，咱的菩萨，咱菩萨内底当中，咱是唱为众生而设。其实，咱菩萨不能设这物，是咱袂设这物件，因为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总是方便的含义跟缘起。毋过我先来讲哦，这个而且为准你要拜哦，敢是？若咱个搬掉的，你无要拜。啥你无办？因为你就感觉才无份，敢是安尼？有阵讲到众生上积极，你咧讲的物件，拢讲到无份无脑的。其实上人要扫，自身太方便。我是话来讲一简单的比喻。其实咱即摆而且为了就是在对不对？咱是讲活着，活在世间，不离世界看，离世界到底看好，敢是？但是因为你看这个物件，这上你想办，有时你甲搬掉，你怎么办？你变收入，你收入嘛有，伊空啊，你无了解你一个妙用本性，迄个若搬掉，迄上啊扫掉以后，你
会真空的本性，你家己启动你唔知影，像你唔知，你一直看电视你看要讲，你家己内心世界就是佛，你唔知你家己有一个佛像，你这边嘛吼，所以众生相爱嘛，是这样，所以后个七八是讲这，按照来继续谈啦吼，是我哋。诸菩提，若菩萨心，若菩薩心，诸法自性波斯，諸法自性波斯，如人入暗，如人入暗，即無所見。亦無所見。若菩薩心，若菩薩心，不諸法自性波斯，不諸法自性波斯，如人有目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月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見種種色。即我時常咧講，自己目標嘅四本嘅常會，學識，佢介紹生活嘅，佢都介紹生活。若菩薩，即個心，若菩薩心，即個書嚟解釋嘅釋教，自性波斯，如人入暗，如人入暗，即個叫做慢慢來較早嘅講義。如人入暗，即無所見。若菩薩心，不諸法自性波斯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色。我哋睇講，佢介紹所謂，所謂嘅生活咧，隨時你是菩薩心，唔管你諸法自性波斯，做就是執着，執住掉。用無用嘅思維嚟講，妙用，袂使自覺，袂使執着。自講則是無講，自有不是無定。所以就係講，若那些自有形波斯，迄個波斯嘅涵蓋是真廣。你嘅形容講，世界、財物、波斯財物、世界、金玉、經濟。上帝、地、經濟六事，你有執着翕42因法，翕世界法，翕實相法。凡係你有執着，你攞受錢嚟講，講較直接，就親像講，我過去上班咧，你叫我即個聽先生。因為唔是啊，你若費用得到嘅話，你其實已經用到咯。咱今日若集中，若集中而集中，你今日嘅形式模式，都參照你另外一個暗線嘅結果會，因為你心智有啥意思？就參照青年咧無大槍，你望到一刻，不大槍分成幾條啊？你望到你巴肚大槍那小小的柄，你望到大槍迄片啊，你講大槍那一兩束啊講，但是你望到那有講其實迄無咧了後面，迄個受青。但是法就是講這小的法律的，小的法律。所以咱道中内底，咱人性啊，你若研究咱人性，包括偷窃啊，咱人性啊，无论什么人的故事，绝对无甲体表现出来，绝对无。因为安怎讲，因为修大乘法，欲真修行者，咱唔免去甲依当依善，唔去甲怀疑当怀疑善。伊来讲，伊既然咧故事，伊就是无执，伊就是执着。所以这款的人，就参照佛咧讲的，你是菩薩心，但是你自執着而行，無論是你咧講道理，法師，我今日吼講話足少人聽，我足少人聽，我講吼，安尼好，我足好，好，我聽佢講話迄個叫，安尼有殊無？嘛是執着啊。今日見吼，前擺你聽大家攏喺度嘟，頭一啖啖。我講些唔知是人聽有意，有睇頭攏嘟，安尼有執着。他若執着啊，是執着，你
你讲何必他管他会听，我听无。你该讲嘛，无变走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去自责。虽然，但是咱要尽心，袂使你无正确心来讲的，无迄个道理。所以，无论面对什么环境，咱来到迄个游戏，咱来过生。咱道中上发生为了过生，为了迄个维系，咱大家出来。安尼，但是去到地人讲计，你做较少，我做较少，我做较济，你做较少。伊来说讲，大家记会去了解，了解看了十年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拢嘛去批评，嘛讲些讲少，有法度有法度人做，去做出来；无法度人做，减做出来。大家说好势。嘛去就开始做志愿歌哦。你讲迄个时阵啊，来伫遐拢斗地尔，你拢无咧，有咧斗地哦，迄个作些嘛。当时我伫泰国，我看泰国以前套马那边那面枪无在做，那面枪啊，我以前出去打拢袂晓吹，无你拢无来斗我。我讲，那迄个套马起来，那开始录的时阵。就开始咧想办法来方便。安尼讲，因为愈咧到地，这是愈听人听。虽是外口亲戚，但是咱这个心惊人。我想讲，当时我得讲，迄个去食过，伊伫规身早，伊的地出来讲，我得咱头平民。伊是不臭毛，因咧厝内咧熟悉人说，互你忙去，你忙去。我就来讲，虽然伊的心不惊，但是伊心清气。恁这地主心不拢作清气，毋过恁的心作肮脏的，恁的心作惊人。迄个信任是看到对心气，但是心较重要，爱心较重要。当然是心较重要。毋是说心不这个衫来洗就清气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要洗，敢咱要洗？迄个心啊，这条要甲洗，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洗不掉，身体拖咧后死啦。我较早要讲阮咧提衫嘛，过去的时阵10岁去汉钱，去七个时阵，去迄个招会工厂，记甲正50年。就记迄个人，迄个人过去嘛要个清口，但是过来迄个人清口，后面头来对倒哪好，会拍，倒哪会拍，记因当时倒嘛还袂，因当时伊才10几岁，但是迄阵，阮咧做啥？迄阵来到我应该要80几岁，所以迄个记忆的心啊。迄个青春是不是点样来？迄个懂迄个毒恨，迄个地方进迄个经济地方，所以如今了这份所见，那安尼当中咱咧修前的道，若果是心不足于法，这两部分是才是主题无输了哦。你来看出来，这个若心足于法。若心不足于法，我差一年不甲足尔啦吼。你来看，足到不足安尼尔啦。这两句话我差一7到无7安尼对，是差偌济啊。无7是修光明道，7是修前的道。咱就讲安尼啦吼。那安尼当中，你若无执着，你就参照人目睭。日光明照，电中性，你是无误会，日头出来了后，海阔天空，你受到这些光明，不到台湾的这比如啊，所以人民上好一定要安尼，一定要达到这意境，这应该讲的讲到三分天空，无10到无2啦因为是平静的代志，安尼当中
定的固定数项27，法定数项27，空定数项27，这样来讲的这是来可以把这字把它算是我的东来之时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令有出境，受持托相，即为如来，依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该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或者用这道来做一个结论比如讲，福建来说来讲，东来之色，这是大家拢知道内底拢是伊个这经典的经文这个未来世是指未来，尤其末法的时代，跟讲讲咱这个时代，分别好无包的这个时阵，指未来的时阵，末法时期咱这个时阵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处经典受持托相。伊就安尼讲假使有善有善根的人，男子甲善女人，受持金刚经的理托相，伊经文就是自利的功德。这对一个这个修者一个赞叹，有能处经受持。咱常讲，金刚经是一套大乘经典，是会互你生活生活上的经典。伫世界内底，这部金刚经，若要甲讲起，有咱接触的题。所以出入教题，你若对方教题讲到金刚经3字，你若解说听朋友我无骗，因为伊是咧讲地经典，三法界经典。好上的经典，所以假使有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有处经受持托相，要讲什么人？恁这边这些人，能有处经，咱这读的本叫金刚经，2500方面都是佛讲阿罗汉，迄个阿兰毗迦经典，能有处经这个经。这是一个大乘经，对我讲的有小乘经、阿含经，有方便经，有佛经经，有法华经，因为一般的佛道312经，当然这是佛道当时在世所讲阿赖耶记载，假使受持托相，来定义修。叫做明白心，持叫做一言不忘，托相依经文就是自利的功德。我过去讲，我伫迄个龙潭有一位迄个吴经理，迄个古典师因太太，讲当时因看见他们死啊，甲伊讲的，因为住伫迄个宜兰，我蛮太来听。我当时就要死咱讲金刚经有足大的能量，如果叫一个尼姑来甲上这部金刚回向互伊，伊种好听的，伊家讲的咧，毋是我讲的咧，伊种好听。咱迄个正当去哪早，有无？迄个做印尼米10个月会使来讲困了发痛，翘一4个串，找无迄个医生，甲他治疗，6点头无病，到尾6点来倒掉，又倒，早晚上面的情景，真好个呢。毋过咱这毋敢过蔡经理想讲，这年早传代过来传你咱毋过来，你咱去做袂用哩。咱袂使讲恁师兄袂要传你我要过你
钱，什么人要来说？这里面来笑的啦吼，当当无吼，大水做大水无，引爆，有够可怜啦。也规在啥拢无，迄查某摕着迄目的性了。为何台湾同胞都不要来救我们？为何台湾同胞拢爱来救啊？当时迄个大地震，台湾同胞来捐40亿、70亿，世界上一百单拢无半角，无半角米。啊，日本这边地动，啊，这拢关注日本去，怨叹你听无？关钱好，你看话恁大炮拄去一边去吼，啊3年你就来讲，要来解放台湾哦，啊，你要来创啊，创啊！哦，迄不是照伊网络讲的，我无听讲过啦吼。哦，这无这我来讲，这叫录起来可以听，可以关键的来说。无迄是，迄是网络咧讲的，是我咧讲，迄是安尼，我记录啦吼。今日，好，咱做的当中，就是一定收钱，收着市义的部分。这个一部分的利益，甚至拓商经机会，互咱有能量关系。那安尼当中，以后要第三个人讲，这位如来伊有智慧，实际是人，实见是人。那安尼当中，就参照你有法度答案你如来的意见。如来是咧讲啥物件？如来意见毋是讲只是释迦牟尼佛如来尔，你嘛有一个如来呢？如来的智慧，因为你怎，你已经接到《金刚经》这部经典，对你自身已经开始产生一个你的自性起用啊！你家己的自性如来，你的智慧已经走出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的智慧，但是你的智慧，你的如来甲本的如来，你牵伊做伙啊，实际是人，实见是人。当然，如来了解你这个人，哦，知影你这个人，也了解你这个人，你有一个应化智慧起来。哦，所以如来会咱言之有物，若要依着外口，释迦牟尼佛伊的如来，伊有五爱观念啦。咱过去常咧讲，有哦，这个肉感、天感、有慧感、有法感、有哪感，所以咱唔知影，伊来未来去未拢知影，甚至伊有道如来讲，你今日你来当来学着这本经典。你的如来，你的智慧起来，你和我这个如来拢相像，实际是人，实见是人。后边过来讲，该去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话头你讲嘛？3000在这世界的七宝不足，恒河沙数，恒河5000公里的一粒沙一粒珠宝。5000公里的七宝会不足，早年分中一分，后一分的性命用性命来过世，嘛不足。迄个物件就是绝对，毋是叫上对。所以呢，今日咱咧学一个经典，你问我我今日咧写写，你咧咧写写，你就讲对。你咧解决你就放心，你咧解决你就能量，因为咱人不见能量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今日你不得来讲啊，该得，迄个该得，迄个得就是得到无上清净之法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迄个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就是讲无有一个数量，无有一个边界，迄就是完全是一个，免得讲无有一个数据。迄个数据，比如讲11粒地球七宝有一个数据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超过11粒地球数无迄个数据的物件，因为迄个绝对，迄个叫相对。这点咱来了解，这是佛道纯粹来讲，家己成就的圆满无法，你会当成就清净法身佛，你会当圆满的法身佛，你会当达到千百万的法身佛的功德。那安尼当中受益于托相依文，一定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这句是安解说，
成就得到如来最圆满无漏功德，所以如来是自己以得到无住无来无去大自在解脱。已经达到这理解，这个看足够，不倒来看足够。但是，咱若真正有智慧，咱若真正有高手，咱来看，咱来感觉一世人真幸运，会当去拄着如来，会当拄着上帝神，会当通咱一个根本的解，会当立本提出来得到三宝生法，咱能得到这殊胜的物件。不过，今日若是一个智慧无开，无了解是宝。你甲当做珍珠，甲当做了出产，你一世人就可惜。我请问恁讲，后边人生呢，怎样活？后边岁月呢，怎样活？虽然我是讲医生的话，咱老的岁月，啊，有的岁月足可贵呢，足宝贵呢，用钱买袂着呢。我用71年呢，我都大富人我用。若以数据啦吼，比如讲我一日几十个，我都会7%，我算1%，我若个一日几十个，我已经用70%去啊，剩10年时间，10年时间，也要食，也要困，也要游行，啊，会当谈的时间偌久，但是后壁这段当中决定我未来要去的命运。后壁这段当中是决定我未来要去的命运。有的人讲盖棺定论，你听无？棺材含了咱的算数，棺材还未含了，还未算数去，叫做盖棺定。咱头前迄个年代，咱走42尾，42公里。头前个咱等于头前，咱袂使还未忘着咱在那报倒来呢。咱还要忘着咱在报倒来，无采你走车过来就是结婚。你若忘着，当开始分数呢？敢是安尼？虽然一定爱咱坚持咱的理念，道真、理真、天真，这是绝对。咱可以守一代想法，咱守是一个方法。这里经方面规矩来讲的，就是拢要互你生计运，要互你拍相，要互你入理，要你证明后秒倒落3到3块钱，无上正经正当最高的名利，要来体现。所以这是就1分、2分、3分、5分，种的成绩，咱袂通来到这个所在。得到这殊胜的一面，所以呢，一方面，14分，14分啦吼，2分，平日这是一数，咱后处甲来讲80分，叫做这个7分、2分啦吼，平日时间呢到到这个所在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感恩。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大为公，坤道对公，一般向无极南无前三公以前大为公，在其公，三其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公，坤道对公，在其公，三其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公，持下向无极南无前三公以前大为公。在其公，三其公，持家前人之公，众家父前人之公，持家典文师之公，坤道为公，在其公，三其公，持家前人之公，众家父前人之公，持家典文师之公。好像那我们。